当再来关心天气，这几天啊实在有够冷。不过对今仔日开始，冷气团地减弱，气温会渐渐啊回升。气象署就提醒大家，对阴暗到明仔早起，中部以北的较厚的大雾影响到能见度，塞车得爱特别注意。另外，拜三开始又搁有方面甲冷空气报道，有个拜四、拜五会上寒，北部的低温又搁会降到剩12度。玉山国家公园透早5点半，气温是-6度4。早起天气好天，暗过温度也是有较低。前一天流落来的积雪也阁有1公分。今日大陆冷气团当渐渐减弱，拜一甲拜日开始，各地温度会明显回升。北部高温看上30度，一直到拜三方面报道，天气才会阁开始变天。中午的时候，高温跟前一天有很明显的差别，从原本的30度左右掉到22度。周四周五这2天可以看到，北台湾的温度是持续的一整天，可能是在14度、15度而已，是主要冷空气影响期间。这波冷空气确实冷，强度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，一直爱到礼拜6才会渐渐减弱，气温会小可回升。各地早暗也是会较凉冷。气象专家提醒，3月11会阁有方面报道。讲咱3月初6甲3月初7咱这台中以北甲宜兰这雨可能就了较大、较明显应该有机会出现咱讲这春雷这情形出现。专家分析，短期气候预测显示，后礼拜一的方面通过了后，水汽就会减少。3月中了后，温度会较温暖。不过3月底至4月初，降雨量可能会较济。后期预测也是有无确定性，所以民众若是规划清明假期，爱特别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